人太多这样的。其实今天就台北市来讲哦，我们大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20万名嘛。那如果连公立幼稚园上去，那就更高嘛哦。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发现，前几天差不多7点这个时候，马路上没什么车了，今天很明显车子就多起来，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压力测试。所以今天我们先，我觉得这样的啊，终究还是要逐步复工复学嘛但是也不要一下全部上，所以今天算是比较大规模。其他一些什么亲子馆啊、老人共餐啊，我想那我们把它全部排出来，然后就看情况慢慢加回去，大概策略。不过今天大概是最大的一个 gap， 因为今天就是至少要22万人要上学，所以像这1、2天用那种叫回馈跟反应的方式，就是说我们大概会教育局设个窗口嘛每个学校它遇到什么问题，教育局传回来，我们滚动式修正，看 OK， 再慢慢把整个social activity 社会的活动再慢慢加上去。因为终究还是要复工复学，不可能一直摆下去。对啊，台北因为事实上我们台北的学校，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在做这个资通讯的基础建设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校园都是网络化，所以我会交代他们还是用E化的方式，可以让整个流程速度更快。所以大概应该会要求每个学校就用E化的方式，可以让更有效率有哪些列出来。我们那个大概写程式这部分优先先处理。但本来说1000人以上，理论上要10个通道，但是这个所以一定要用E化的方式嘛。因为是我们每个学生都有学生证，所以如果透过网络运作，一个是早上出门前回家，在家里就先上网，这样速度会比较快。这个大概我回去跟他们讲一下，还是用E化的方式会让整个效率提高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希望他们在家里先量体温嘛？对呀，就是大家在家里有耳温计的。大部分家里就是台北市还是整个社经地位比较高的。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在家里还是有耳温计，而且少子化结果，现在每个小朋友都变宝贝了，所以家里面什么耳温枪什么大部分都有。